华视好新闻，台中雾峰家长会长的协会号召国内的爱心团体寄付快筛试剂、喙安酒精等等的防疫物资，互雾峰13间的各中国小，互师生平安度过疫情。 雾峰家长会长协会找几个爱心团体捐几啊项防疫物资，予雾峰区13间各中小，希望透过这个活动，让每一个学校在疫情期间会当安心防疫。学校的现场来讲，守护孩子的这个健康上面，其实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防疫物质哈，所以我们非常的感谢。雾峰家长会长协会找台中市丁轨教育关怀协会等团体，做回来捐防疫物资等等，希望让校园防疫更加顺利。这样子的抛砖引玉能够持续下去，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疫情能够稳定下来。雾峰家长会长协会嘛，希望透过捐赠活动，让更多人为防疫尽一份心力，让学生有一个安心的校园环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品轩。想要跟我一起品味生活中的大小事吗？一定要赶快打开华视的 YouTube 频道，按赞订阅，并且开启小铃铛哦。